繼續新聞時間，政府推動小型工程創造就業，大埔林村係其中一個例子。由舊年荒廢嘅空地變身成為旅遊點嘅許願廣場。恭喜發財！10個嚟自東涌基層家庭嘅小朋友，同發展局局長一齊嚟到林村許願廣場拋寶碟，又擊鼓祈福。小朋友嘅願望係乜嘢呢？我嘅新年願望係讀大學。點解啊？因為可以識好多嘢。佢爸爸話由東涌去到林村嘅交通費一啲都唔平，今次有人津貼，一家人先至可以第一次嚟到林村。我想揾份工做啫嘛，你而家冇嘢做，係咪？就算邊度好揾，我哋都冇本事嚟。新年願望，有3餐食啦。其他唔好講啦。為咗創造就業，政府計劃今年推出86億嘅小型工程，林村許願廣場就係類似嘅小型工程項目。呢度佔地11000平方米，原本係荒廢嘅學校操場同空地。政府舊年以1年1蚊租俾大埔村公所，翻新成為廣場，擺設遊戲攤位同仿製嘅許願樹。將林村個地方係旺盛啦，亦都可以幫到啲鄉民，亦都帶俾全港嘅市民多一笪地方嚟一個旅遊點啊，或者一個祈福嘅活動。林村鄉公所話：呢棵仿製嘅許願樹吸引到唔少嘅人流，年初一嚟呢度嘅人次就超過5000人，而所有攤檔夾埋嘅生意額有超過10萬，同舊年嘅熱鬧情況差唔多。無線電視記者鄭思思報導。